英國業主一定要識法例篇 Part 2新罰款制度最高3萬英鎊。呢個新法例下嘅業主罰款真係會嚇親你，無論係業主自己管理又好，交俾 agent 管理都好，都一定要好好留意睇清楚，到底自己或者你而家用緊嘅 agent 跟唔跟到最新法例要求。因為 Council 喺呢方面係絕對唔會手軟。如果業主違反呢啲新法例，以下就係你要付出嘅金錢代價。第一，如果你冇將物業登記入新資料庫，罰款7000英鎊。第二，新嘅 Awaab's Law 快速維修期限，如果你冇按期限維修同處理危險問題，例如濕氣、霉菌、危險結構，每一項違規最高可罰3萬英鎊。第三，如果你出租前未達到合適居住標準，最高罰款7000英鎊。第四，如果你忽略租客投訴或者冇以書面回覆，會有重大罰款，實際金額仍未正式公佈。第五，如果情況危險或有安全隱患，每一項違規最高罰3萬英鎊。繼續分享條款之前，簡單介紹下自己。我哋係名門物業，專注幫客戶買入優質物業，多年物業管理經驗，同埋有自己嘅裝修團隊。我哋嚟緊每星期都會分享一條英國業主一定要識系列，幫你更易管理租客，防止物業損壞，長遠幫你慳錢。記得 follow 我哋名門物業啦。